歡迎收看2026年4月14日新聞摘要，我係 Sarah。以下係為大家選取嘅幾則頭條新聞。美國喺霍爾木茲海峽向伊朗港口實施海上封鎖，因為德黑蘭拒絕停止核計劃。今次軍事行動被形容為自海灣戰爭以來最進取嘅部署，令全球能源市場震動。中國已經警告封鎖呢條戰略水道唔符合國際社會嘅共同利益。德國總理默茨就告訴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德國願意幫助確保海峽安全，但必須先停止以南黎巴嫩嘅戰鬥。英國副首相蘭米就促請停火協議繼續生效，令船隻可以自由通行霍爾木茲海峽。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喺執政16年後承認選舉失敗。反對派蒂薩黨喺佩特爾馬扎爾領導下取得壓倒性勝利，蒂薩黨獲得超過53%選票，喺國民議會199席中取得135席，奪得2/3多數票。歐爾班嘅青民盟只獲得約7%選票，只得57席。歐爾班形容呢次結果令人痛心。馬扎爾曾經係歐爾班忠誠支持者，後嚟變成批評者。佢以反貪腐政綱競選，承諾修復匈牙利與歐盟同北約緊張咗嘅關係。今次選舉被視為全球右傾勢力嘅試金石。進入週級新聞，昆士蘭政府就聯邦環境保護法規修訂嘅經濟影響展開正式調查。昆士蘭生產力委員會將審視企業喺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保護法改革後面臨嘅合規成本、延誤同不確定性問題。焦點之一係化石燃料項目被排除喺國家利益快速評估之外，包括建議中位於布里斯本以西嘅塔魯姆槽地石油勘探項目。克里沙古利政府稱之為減少澳洲燃油依賴嘅劃時代機遇。調查為期12個月。熱帶氣旋麥拉嘅殘餘繼續喺所羅門海上減弱，預計會喺星期三接近或橫過遠北昆士蘭海岸。呢個系統重構為熱帶氣旋嘅機會非常低。但係遠北昆士蘭嘅局部大雨可能引發山洪暴發。昆士蘭災害管理部門呼籲居民注意道路狀況，路基水浸就唔好去。市民可以透過 Argon Energy 嘅斷電查詢系統了解最新情況。地勢低洼地區居民應注意防範類鼻疽，呢種危險細菌感染可以透過洪水傳播。布里斯本成功取得2028年多個國際單車賽事主辦權，進一步鞏固呢個城市作為全球頂級競賽目的地嘅地位。昆士蘭首府將於2028年2月喺世界級嘅安娜米亞斯室內單車館同布里斯本 SX 國際 BMX 中心舉辦世界單車聯盟場地世界盃1站以及2站 BMX 平地越野世界盃。呢啲賽事預計吸引全球頂尖奧運健將，為2028年洛杉磯奧運會備戰，令布里斯本成為奧運資格週期中嘅關鍵一站。布里斯本亦獲得享負盛名嘅 UCI 單車城市標籤，表揚城市對單車設施同社區參與嘅長期投資。Uber 將由4月15日起喺全澳洲實施臨時燃油附加費，每公里額外收取5仙，以應對中東衝突導致嘅汽油價格上漲。附加費適用於所有行程，但電動車除外。措施將維持到6月8日。Uber 同運輸工人聯盟聯合宣布呢項措施，額外收入將全數直接支付俾司機。運聯盟全國書記米高海恩對此表示歡迎，指網約車司機一直受到燃油費用飆升嘅困擾。中國嘅滴滴出行澳洲分部亦宣布類似嘅臨時燃油附加費。同時，總理阿爾巴尼斯正在訪問文萊同馬來西亞，設法為澳洲雷道替代燃料供應。布里斯本傳來悲痛消息，一名7歲女童喺布里斯本河 Colleges Crossing 一個受歡迎嘅游泳地點溺水身亡。緊急救援人員接報到場，但未能救回女童。Colleges Crossing 係布里斯本谷內著名嘅休閒景點，尤其喺溫暖月份吸引唔少家庭前往。呢次悲劇提醒公眾河邊游泳嘅潛在危險，有關部門正就溺水事件展開調查。格里菲斯大學正為布里斯本商業中心區具有遺產保護資格嘅財政大樓注入新活力。大型翻新工程將於2027年起提供資訊科技、法律同商業科目嘅本科及研究生課程。呢個標誌性項目預計於2028年前吸引超過6000名學生同200名員工入駐，重振皇后街商場北端嘅活力。
但係國際學生每年就預計為當地經濟貢獻超過1億澳元。翻新工程將包括喺維豐庭院上方安裝3個12米高嘅特色天窗，以及一個配備昆士蘭舊最高法院翻新家具嘅模擬法庭。布里斯本 Broncos 正面臨傷病危機，4名球員需要缺席今週賽事，喺原本已經人手不足嘅陣容上雪上加霜。關鍵前鋒連姆馬田因內側副韌帶受傷確認缺陣，令球隊前鋒線再受打擊。儘管傷病情況嚴峻，教練米高馬奎爾可能需要派出新秀上陣，同時杜力布朗有望傷愈回歸。球隊亦正等待明星球員查洛美、路易伊傷情嘅最新消息。Broncos 希望喺賽季形勢日趨激烈之際排出最強陣容。今日嘅新聞報道完畢，最後睇睇布里斯本嘅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氣溫介乎15至25度，非常適合進行戶外活動。多謝收看，聽日見。